喂，同我放低你手上啲嘢食同嘢飲先，大家一齊認真睇下身邊啲人先，唔係同你講笑㗎。衛生署最新嘅數據顯示，15至到84歲嘅人入邊，竟然高達50%嘅人係屬於超重或者肥胖㗎，即係話你同你隔離嗰位同事就會有其中一個係體重超標嘅。如果佢睇落好 fit 嘅話，咁就唔好意思啦，體重超標嗰個就一定係大師兄，應該就係你啦。驚人嘅係，香港肥胖醫學會做咗個1000人調查，發現有接近70%嘅香港人到依家都唔知道，原來世衛一早就定義咗肥胖係一種疾病。大家都以為自己只係中年發福或者肥咗少少啫，成日都安慰自己飲水都肥㗎啦。結果全香港有超過30%嘅人已經係 BMI 大過25，達至肥胖嘅水平，但係佢哋依然 keep 住食高鹽高糖嘅嘢食，同時仲要喺網上面搜尋點樣可以輕鬆減到肥，繼續喺度自己呃自己。做人就要講科學，減肥就要講醫學。肥胖會帶嚟2型嘅糖尿病、高血壓同埋心臟病等等超過220種嘅併發症。如果你努力過都減唔到嘅話，不如正正經經咁樣去揾專業人士傾下啦。今晚先戒咗個宵夜佢先，第二朝一齊跑翻2個圈，揾翻個健康嘅自己翻嚟啦。